各位早晨，歡迎大家嚟到今個禮拜嘅澳門論壇現場㗎。我哋今個禮拜嘅議題呢，就係外地生留澳做精英，人力人才就要搞清。人資緊張問題呢，一直困擾住本澳㗎。面對住不久將來將會有大型工程相繼落成，政府早前再次提出就係話到底應唔應該啦，係或者係有冇條件開放喺澳門讀書嘅外地生畢業之後留低澳門做嘢呢？由於呢一個問題關乎到本澳居民特別係青少年就業嘅切身利益，亦都牽涉到本澳人口政策嘅一啲長遠發展㗎。所以而家就係勞資雙方同埋呢個專家學者都持有唔同意見㗎。我哋今日好高興請到各方嘅代表就呢一個問題一齊探討下㗎。首先介紹嘉賓先，坐隔離㗎就係有經濟學會理事長劉志毅先生。大家好。坐喺中間嘅就係立法議員，同時身兼係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嘅資方代表劉永成先生㗎。最後請到工聯秘書長，亦都係代表勞方聲音嘅江瑞輝先生，亦都有拍檔劉正。大家早晨啊！咁我哋今日探討嘅就係外地生留澳做精英呢一個問題啦。咁當然切身利益嘅一個係主角，我哋今日亦都冇忽略到嘅。我哋今日好開心啦，可以請到包括係澳門大學嘅內地學生代表楊生，麻煩企起身同大家講返聲，打聲招呼。係。另外亦都有係科技大學嘅內地學生代表陶生，係，歡迎晒。另外亦都有本澳嘅青年團體青年動力嘅代表，歡迎晒。我哋今日亦都好開心可以請到係持有中學嘅師生代表嚟到現場㗎，歡迎晒。咁稍後如果你想要發表意見嘅話可以隨時同我哋試下。首先都想問下今次事件嘅一個當事人先。其實想問下阿陶生啊，你點樣睇翻今次嘅呢一個即係大家喺度叫做討論緊嘅議題？如果真係開放嘅話，你有冇興趣留翻喺澳門？好，其實呢，我係覺得響我哋呢個大環境發展下，而家近排都講話係粵港澳更加緊密嘅經濟合作關係啊嘛。咁而家其實我哋外地生作為一個特殊嘅群體喺澳門既生活咗，即係畢業之後生活咗4年，亦都喺內地生活咗咁多年。其實對粵港兩地或者係香港地方都會有一個比較清楚嘅了解。咁對於我哋呢部分人嚟講呢，其實我哋係會係真正咁了解到呢個地方，同兩方面可以更加好咁同澳門呢邊嘅人才一齊進行交流嘅。咁我就其實在於我個人嚟講呢，我唔知道話係人才究竟嘅定義係咩啦，要有幾高嘅文化水平、文化素養先可以叫做人才。但係我覺得可以澳門喺呢個咁嘅大環境嘅發展之下，而且發展得咁迅速，咁澳門人手夠唔夠呢啲，仲要睇翻我哋政府俾出嚟嘅數據究竟夠唔夠先知。咁如果既然係真係唔夠嘅情況下，我覺得可以不妨接納下我哋呢啲響澳門生活咗4年之後畢業，對澳門同埋內地都有了解嘅人，可以俾我哋喺呢個地方適當咁發展，促進咗澳門嘅發展。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唔錯嘅嘗試，可以係。多謝。係。或者把麥克風我們交給另外一個內地，就是澳門大學的學生會內地學生會的代表楊先生。想問一下，就是你對這次的政策的那個意見是怎麼樣的呢？因為可能會社會上面有意見說，如果開放內地生留澳的話，可能會衝擊到本澳的一些青年的就業。你對有什麼的回應好，那普通話可以嗎？可以。好，不好意思，是我想先表達一下為什麼我們內地學生會選擇來到澳門學習，或者說我們有一部分人想要留在這裡工作。其實大家都知道的，澳門地方雖然不大，30平方公里，但是呢，這邊的生活環境啊，還有民主制度，包括這邊的文化水平，都是我們非常向往的。這也是內地學生為什麼會有一部分想要留下來。我其實是覺得呢，剛剛你有說到關於衝擊還是不衝擊的問題，但是現在其實澳門是處在一個非常快的發展階段，因為陸旦城，我幾年前來的時候還沒有那個地方的，才剛剛修起來的是吧？然後橫琴那邊也是澳門要投資開發的地方，同時我們看到大橋的那一邊東邊有一個新城區要建成了。可以說，港澳珠大橋也要接過來了。那麼這幾年的時間，澳門很快就要和香港、內地，也就是珠海，這個橋修通了以後，其實很快就會有一個互相之間的接觸的。
那麼我覺得在這樣一個快速發展的時間裡面，本來我知道我現在了解到的情況，澳門本身人力資源是相對來說有一定的缺乏情況的。對，那我想到了2016年的時候，如果澳門的經濟還想繼續快速發展的話，可能其實是有必要考慮引進一部分外地的高等教育人才，而且呢，這一部分同學我們來到澳門學習生活，我們本身我想表達，我們是非常尊重澳門本地居民的生活，你們的生活習慣，你們對我們的態度，其實我們是非常的尊敬的。對，我想說，對於這個政策，我覺得我本人持贊同態度。對，但是我想說呢，根據現在大家比較擔心的問題，比如說會不會把澳門變成一個學店啊，或者是一些別的問題，我覺得這取決於這個政策開放以後，它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程度。我們是不是，比如說澳門的企業或者工商界，它可能需要比如說某一個專業特別多的，就是某一種專業的人才的時候，是不是可以有這樣一個通道去方便內地的同學？就如果澳門企業有需要，是不是可以開一個通道，讓這些高等教育？因為我們是接受了至少4年澳門的高等教育，我們享受的是你們的資源，和這些澳門青年同學一起享受的是澳門的教育資源，所以是不是可以考慮從裡面選一部分優秀的人留下來？其實就希望大家有什麼還是多多發言啦。我大概就是這樣一個立場，就是希望這個政策可以開，但是呢，我們其實很尊重大家的意見，就是這個政策它可以就是不要開得太大，對。還是盡量選最好的留下來。好的，感謝你的意見。謝謝。好，咁我哋而家將個咪咧就交俾青年獨立嘅朋友講講你哋對呢一個即係討論嘅意見係點樣？大家好啊，我係澳門青年動力成員李國富。咁我哋澳門嘅石油氣成日都加價㗎啦，咁但係我又未聽過話澳門石油氣加價呢。原來我哋先要去訪問下呢個石油氣商，喂，加價喎，你有咩意見啊？咁肯定支持㗎，係咪先？咁我哋而家嘅情況一樣，其實訪問咗幾位內地留學生，咁其實答案都好顯然易見嘅。我相信唔會持呢個反對嘅態度嘅。咁同埋一樣嘢要講嘅就係、是，特區自1999年回歸以後，好多重大法案10之8九呢都係利商嘅，唔係利民嘅。包括今次呢個法案都係。點解咁講呢？乜我哋澳門缺人才咩？我身邊好多朋友有好多嘅專業。物流管理嘅工程師又有，規劃師好多喺我哋讀完書，有啲唔敢返嚟，點解啊？因為佢唔想入去派牌，唔想做監控，唔想做公關，於是好多留咗喺海外唔返嚟，而且見到澳門咁嘅民主制度之下，更加唔想返。咁澳門特區政府係咪應該諗辦法去將呢啲流失海外嘅留學生揾翻我哋翻嚟？因為只有佢哋熟悉最澳門呢個文化係點樣樣，亦都係對澳門有一個情意結喺度。冇錯，留低呢班喺澳門讀書嘅內地學生，確實可以提高一部分嘅專業人才喺度。但係我哋有冇諗？我哋回歸到而家50年，中央應承我哋嘅50年不變，其實已經係一路變緊，不斷逼我哋澳門人流出去海外啦，或者係北上大陸，然後又不斷輸入內地嘅人嚟到澳門。其實用翻香港術語，其實澳門係不斷係赤化緊。50年不變，到底去咗邊？我見唔到。最後一樣嘢，青年動力喺度嘅立場好簡單，我哋反對今次嘅法案。多謝。好多謝晒你意見啊嚇。咁我哋知道呢係持有中學嘅同學亦都有相關嘅意見嘅，麻煩你講一講。好，大家好啦，我係嚟自持有中學嘅李佩恒。咁其實我覺得我哋依家作為一個中學生，其實過幾年就入大學啦。咁再過幾年又畢業又出嚟做嘢。其實我個人覺得我係贊成引入一個外地生係嚟到大學入邊，同我哋去可能一個競爭或者彼此嘅有一個互相嘅去求一個進步啦。但係其實好老實，澳門呢個市場其實唔大，澳門嘅人其實已經係差唔多係飽和。其實我覺得即係又唔可以話反對，但係我覺得應該內地
內地生流入喺澳門繼續工作嘅話，我覺得個額唔可以太多，因為即係澳門個市場其實唔大，所以即係應該係容納唔到太多嘅人咯。我覺得係應該個額度唔可以太大，去保持翻，起碼確保翻我哋澳門人有一個嘅安居樂業，即係有一個生活嘅條件先咯。係，好多謝晒台下嘅青年朋友意見。咁我哋啱啱就聽咗一啲主角們當事人究竟點睇呢一個討論嘅。俾翻台上嘅嘉賓嚟到講一講啦，又或者問翻阿劉生，即係我哋知道，即係你之前都接受過訪問，可能話相對嚟講，你對呢一個議題都有一定嘅意見想要發表。好，多謝。今日我亦都有好高興啊，能夠喺呢個論壇入邊同唔同嘅單位咧係代表咧係一齊去交流呢個問題。我對於呢個議題嚟講呢，我覺得就係話呢個係值得現在係帶出嚟咧，讓我哋嘅整個社會係廣泛去討論嘅。大家都可以預見到響未來嘅一段日子呢，自從我哋回歸以嚟啊，我哋個經濟都係高速嘅增長，亦都睇到未來嘅10年或者甚至乎20年呢，我哋都會維持一個比較高速嘅發展嘅。咁啊，我哋睇得大家都睇得到啊，2016年嚇亦都有咁多個項目即將會響路氹區完成。咁亦都係現時連接周邊嘅地區嘅一啲基建項目嘅施工，亦都如火如荼啊！睇到我哋呢嗰個經濟嘅活躍嘅程度呢，將會係與日嘅俱升嘅。咁對於呢個未來呢個對於個人力資源上面嘅需求，同埋專才上面嗰方面嗰個供應方面呢，就突顯呢個問題呢，就將會越嚟越突出。咁啊，其實我哋亦都係面對一樣嘢，就人口我哋只係50多萬啊。咁單純係以我哋現時嚟講嘅人口所能夠提供到嘅人力資源同埋呢個專長嘅數量呢，好可能未必能夠係配合到整個經濟多元產業發展嘅嗰咁嘅推進嘅速度嘅。咁所以我個人嚟講呢，我覺得喺呢個議題呢，我係會係支持，因為呢個係其中一個可以能夠係解決人資嘅不足同埋呢個專才不足嘅一個可以考慮嘅一個方案。咁樣呢個情況之下呢，我哋大家應該係理性啲去開放啲嘅態度去討論同埋去研究。其實呢個咁樣嘅做法呢，其實引入專才令到優化自己我哋嗰個競爭嘅能力方面呢，其實好多個一啲先進嘅國家呢，包括美國等等呢，其實已經係即係話已經實行咗好耐，亦都係即係話可以睇得到佢嘅效益係相當顯著嘅。所以我覺得即係話，若然我哋能夠係大家透過個探討之後可以係作一個思考，從而亦都係話我哋亦都可以理性啲去睇睇，究竟呢個做法係咪有啲有利嘅條件呢？正如剛才有啲代表亦都講過咁亦都係話，因為佢哋喺澳門亦都係生活咗好幾年了解到澳門嘅生活民情習慣，亦都係比較容易。若然話個人嗰個語言方面呢，可能亦都係可以係容易於同我哋本地居民嘅溝通。咁亦都可以咁講法，對於我哋嘅生活節奏、企業嘅運作模式都了解。所以若然我哋響不久將來，我哋都係為咗個人力資源咧去尋求辦法去解決嘅話呢，其實佢哋都帶嚟一個正面嘅一個工作，可以做得更好嘅，即係就人力補充。因為第一節嘅時間關係，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陣啦，下一節咧會再翻嚟俾台上嘉賓同埋台下觀眾就呢一個外地生留澳呢一個議題發表意見。歡迎翻到嚟第二節嘅澳門論壇現場。啱聽到啦，資方就呢個問題咧就發表咗意見啦。資方就覺得應該係輸入嘅外地生嘅。咁而家想問翻勞方，其實你嘅睇法係點樣呢？大家早上好啊！咁咧，我首先講講咧，我哋工聯總會咧，其實63年嘅會史以嚟咧，佢唯一就係話維護職工權益，政府嘅政策佢有利於工人權益嘅，我哋會支持。否則嘅，我哋當然唔會支持。咁我
今日呢個主題呢，我想講講我自己嘅一啲個人諗法啦，係嘛？外地僱員喺澳門其實係有一個法律俾佢係輸入噶嘛，呢個企業。咁我哋話外地嘅留學生，第一個佢首先係外地人先，係嘛？喺澳門讀書嘅非本地人，佢係外地人。第二個佢係想喺澳門締造啲勞動嘅關係，即係想資方請佢做嘢，咁係咪僱員呢？咁即係外地僱員啦。咁外地僱員其實而家呢，就應該係按翻外地僱員嘅輸入嘅法律法規去處理呢個問題。雖然我哋工聯會長期以嚟覺得現時嘅外勞法呢，其實佢有一個好大嘅漏洞，唔完善嘅，但係佢都係有法可依。我哋做人喺特區政府呢，施政最重要係咩啊？依法施政。依法施政呢，就係話而家有法律你就要尊重佢，無論佢個漏洞係咪有漏洞，但係我哋要尊重呢個現時嘅法律。如果有資方希望輸入外地嘅專才、外地嘅人嚟澳門打工，首先佢就係要依照而家嘅外地僱員法律。呢個就我哋首先一個重點就係提呢個。第二個呢，我哋要同特區政府呢亦都反映一啲我個人意見啦，好嘛？就係話呢，而家我哋社會上有討論呢個輸入外地嘅留學生喺澳門工作嘅呢個議題呢，有提到就話係政府有啲暗示係嘛？咁我自己覺得呢，千祈唔好暗示。我亦都唔會猜測政府嘅意圖。政府施政要透明。而家我哋社會澳門人嗰個水平呢係越嚟越提高。我哋嘅知情權要有得個保障。政府如果有啲咩措施係想提出嘅，佢帶有佢嘅智囊係嘛？佢有佢嘅諮詢渠道。我本人亦都係諮詢架構嘅人嘅一個人士啦，係嘛？亦都有佢嘅幕僚。特區政府應該好好地將呢個問題研究下，攞出佢嘅數據、佢嘅理據，能夠說服到市民嘅，你咪攞出嚟啦。自有公論係嘛？啱唔啱？市民自有公論。但係如果你話用一種暗示嘅方式呢，我只講呢放風係我哋而家話要放風。咁我個人呢，我就唔係咁接受呢種放風嘅模式。你如果有政策有措施嘅，你可以攞出嚟啊嘛。有數據，首先第一個有數據。你數據服唔服得到我？講唔講服到我啊？調翻轉呢，而家暫時嚟講呢，我對呢個議題呢，我個數據就係支持我唔同意呢個講法嘅。點解呢？我哋知道呢個外勞啊，特區政府審批咗可以嚟澳門嘅外勞呢，或者嚟咗澳門外勞呢，現時呢係有14萬嘅14萬外勞，但係實際嚟澳門做嘢嘅其實就冇咁多㗎喎，有接近兩成呢，其實佢未嚟嘅。佢仲喺內地或者喺其他地方嘅，咁嗰兩成人10幾萬人入邊嘅兩成人，點解唔嚟呢？佢裏邊有冇專才呢？如果你想要專才，如果政府想要專才嘅時候，係咪能夠喺嗰現有嗰度揾一啲專才呢？係嘛？呢個係咪一個措施呢？好，第三點呢，就係話，我哋覺得呢，澳門嘅人力資源嘅問題呢，我哋應該正視。因為推動政府推動一個社會發展、經濟發展，總係要人，係嘛？我哋覺得呢，人才一定係要培養本地人，本地人嘅提升，佢哋嘅向上流動。我哋本地嘅職工係應該做我哋一路上升佢嘅層次，管理層係嘛？係咁嘅概念啊嘛，應該培訓再培訓。首先我哋要解決我哋現時本地職工佢哋嘅上升向上流動嘅問題。如果我哋睇翻個數據呢。我哋講我哋嘅失業率而家係比較低，係嘛？2%大概有6600人失業嘅。暫時我哋睇到個數據係統計局嘅數據啦。我哋要知道啊，有好多人呢就話呢個失業率係一個好低啦，自然失業率可能冇得再低。回想幾年前呢，當我哋9000幾人失業嘅時候呢，亦都大家都係講呢個説話嘅，都係話應該冇得再低㗎啦。全世界都冇咁低嘅。我哋知道澳門啊，同其他世界地區呢，佢有一個特殊嘅地方嘅。我諗經濟發展我哋睇到呢，同其他地區嘅發展模式係唔同，所以我哋講我哋而家呢個6000幾人嘅失業呢，特別係年青人高學歷有幾多人啊？有1000幾人嘅，6000幾人裏面有1000幾人係高學歷，讀過高即係知識水平高嘅大學生嘅。咁點解佢哋失業呢？佢哋係唔想就業啊，定係話佢冇條件揾唔到佢適合嘅工作呢？正如頭先有啲人講，佢讀嗰個書翻嚟冇嗰個工作做嘅，咁佢可能就要考慮一下就業啦，係嘛？所以我諗呢，特區政府任何政策嘅推出呢，我首先第一個呢，佢去研究下佢嘅理據喺邊度，能唔能夠講服咗市民？
提出佢嘅數據咁我哋咧然之後先能夠去全面討論。咁我諗首先我講住咁多先好嘛？係，又或者我哋將個咪交俾麻煩現稍場嗰後陣我哋而家先將個咪交俾係學者嗰方面啦。其實我哋今次討論嘅一個其中嘅要點就係、究竟澳門缺乏嘅係一個人力資源，定係缺乏一個專才？人力資源同人才其實兩個個概念可能話出到嚟，大家都需要做一個區分。阿劉生個意見係點樣？或者我補充一下啦企業學者作為一個中立嘅一個角色，係講講呢樣嘢啦。咁主要就係行政長官喺上個月喺立法會度拋出咗呢個咁嘅問題啦。提出就係我哋學者嚟講咧，亦都係認同咧，就係話2016、2017年之後嘅澳門嘅經濟咧，會係第二波嘅一個發展，會人力資源嘅需求方面咧，我哋亦都係預計得到。如果正常按澳門嘅經濟嘅發展嘅趨勢或者走勢嚟睇啦，澳門2016你見到2016、17年喺路氹新城入邊有幾大項目陸續咁樣去落成，同埋每個項目需要請嘅人咧係數以千計幾千嘅，係嘛？加埋嘅時候會有幾萬個落成晒之後咧，有幾萬個人力資源嘅一個空缺額喺度嘅。咁呢度係行政長官係拋出咗呢個係前瞻性嘅一個諗法，就係我哋未來將來2016、17年之後咧，我哋需要嘅人會好多，所以喺呢度嘅時候咧，我哋係按目前我哋本身自身嘅人力資源嘅一個供應咧，係絕對唔足夠嘅，係配合翻我哋未來嘅一個經濟嘅一個可持續嘅發展。所以喺呢一度所以就會提出咗現時澳門呢，大概高等院校入邊呢，加埋有8000幾個內地生。根據高教辦嘅一個數據，有8000幾個內地生喺澳門喺度讀緊書。但係呢個比例咧係佔咗澳門高等教育大學生嘅總人數嚟講咧係1/3，約係1/3，即係3個大學生入邊咧有1個內地生。呢個比例係非常之高嘅，如果完全係開放晒呢個係內地生可以留澳工作嘅話咧，係對於嗰2/3嘅本地學生咧係好大嘅衝擊。所以呢個比例咧，呢個內地生佔本地學生嘅比例嚟講咧，喺全世界嚟講咧係非常之高嘅。我哋睇翻香港鄰近嚟講咧，係只不過咧係由以前咧2000啱回歸之前嘅大概1% 左右、2% 左右啦，上升到都係佔20%。個總人數咧都係同澳門差唔多，都係8000零個內地生。咁香港嘅市場同澳門嘅市場係大家都可想而知係爭好遠嘅。澳門嘅市場係好細，但香港嘅市場係好大。所以喺呢一度嘅時候，如果我哋全部開放晒內地生嚟講咧，我哋本地人畢業、本地嘅大學生畢業嘅時候咧，對於個整體嗰個市場咧就會有好大嘅衝擊喺呢度。但係我哋又睇翻我哋澳門嘅國際化程度越嚟越高。咁我哋係睇翻就係頭先阿劉議員亦都講咗，係全世界好多發達嘅地方，包括我哋鄰近地方香港、新加坡咁樣都有，就係話喺外地生係可以容許佢喺度係工作嘅。咁呢度我哋亦都係要同國際接軌嘅時候，我哋點樣去處理呢個問題咧？係嘛？但係澳門又係一個好特殊，頭先阿江耀輝先生亦都講咗，係好特殊嘅一個地方。特殊喺邊度咧？特殊我哋個規模太過細。所以喺呢度我哋其實咧亦都係喺理性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嘅時候咧，工人團體或者學生團體、青年團體反對係理所當然、無可厚非嘅事嚟嘅，因為自身利益保護自身利益啊嘛，係咪？呢個肯定係嘅，係嘛？我哋亦都係好坦白講，呢個係絕對係正常嘅。但係如果唔係嘅話，我哋又好多人亦都會批評啦，又話我哋青年人啦，又缺乏一個太過保護嘅時候，缺乏一個競爭意識，係嘛？又冇晒憂患意識。咁將來我哋嘅時候咧，我哋又好難去接軌嘅時候，有一日最終有一日我哋要接軌嘅時候咧，同國際真正接軌嘅時候咧，我哋嘅競爭力就會下降，係嘛？所以喺呢度我哋作為一個中立獨立思考嘅一個團體或者學者嚟睇，我哋點樣去研判呢個問題咧？咁我哋諗咗一個方法，咁我哋可以咧喺呢個問題上邊咧可以
循序漸進，逐步一步，好似我哋古語有人賊佬試沙煲，係嘛？試試水溫，係嘛？或者我可以首先就好似外國一啲發達嘅地方，首先開放外地生喺澳門兼職嗰個做法先。譬如我自己喺澳洲讀書翻嚟嘅，咁我自己喺澳洲嘅時候咧，都可以每個星期都可以做20個鐘頭兼職嘅。嗱，咁啊法律容許嘅。咁呢度咧，咁你可以慢慢逐步嚟開放啦。試試嘅社會上邊一個情況係嘛？咁啊可以內地生可以，譬如你兼職，你可以做規定嘅一個星期唔可以做超過20個鐘嘅兼職。咁呢度可以繼而咧慢慢再係話一個少量嘅配額。咁我亦都係認同工聯江秘書長頭先所講嘅，其實我哋係外地生或者內地生，其實係有渠道想留喺澳門工作，係有渠道係有辦法係可以留喺澳門工作。其實我自己喺大學教書嘅時候咧，教咗10幾年啦，係嘛？咁之前嘅內地嘅學生嘅一個情況咧，亦都有唔少嘅內地學生亦都有留喺澳門做緊嘢嘅。咁呢個亦都係話頭先江玉輝頭先所講嘅一樣嘢，就係話你讀完書，你喺澳門有僱主請你，咁你畢業之後你翻內地先，或者幾個月1-2個月，咁內地咪有或者澳門嘅呢個僱主咪有個外勞額嘅時候，你咪根據呢個外勞額喺內地再翻入嚟，其實就係咁嘅辦法，咁所以喺呢一度其實。現成嘅內地生又好，外地生又好，想留澳工作咧，係已經係有一個法律嘅一個渠道係可以留喺度嘅。咁我補充係咁多。咁即係劉生個意見就係話都係接納係呢一個意見嘅，即係就係話適度開放外地生留澳工作，循序漸進，有條件慢慢嚟。好，呢一節暫時傾到呢一度，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再繼續討論呢個問題。翻嚟第3節嘅澳門論壇係咁，我哋咧而家呢一節咧就開放俾現場觀眾發言，係。嗱，我講俾咧社會個經濟，你個咪要攞近我哋嘅，都係不停咁變化嘅。你見當時點解會以為美國會出現嗰個次按風暴咧？澳門會咁好咧？1958年毛主席去到郊區視察，見到一大群農民喺度做嘢，佢話人多幹勁大熱氣大，結果冇實行計劃生育，一生咗10幾億，好啦，你知道嘛？係嘛？劉生係估唔到啦。呢位先生，你如果你個咪唔攞埋嚟，係一個風雨中嘅搖籃，係易受外圍嘅影響嘅。假如而家中央睇到你個嗰個博彩對佢有影響嘅，佢一定會實行呢個收緊呢個自由行，對你係有影響噶。你唔好話睇到今日就可以預測未來。同時嗰人口政策方面，我已經喺人口諮詢委員會嗰度發表過意見啊！你唔好無形無蹤睇到今日就預測未來個經濟就盲目咁增加人口。到時你如果嗰個人口增加自由行收緊或者外圍經濟影響，你就個人口壓力大。我要採取即係呼之則來揮之則起嘅辦法，將有限嘅資源培育呢本路嘅人才本地。到時咧一旦經濟下滑咧，就唔會造成人口嘅壓力。我已經發表過呢個問題，講過㗎啦。今次咧我又嚟談個問題。所以你唔好話以後都係咁好，未必。我講俾你，你要記住係一個風雨中嘅搖籃啊！澳門容易受嘅弊。你而家睇到人民幣不斷咁嘅升值啊，你就認為佢就，但係一旦美國個西歐經濟復甦咧，人民幣隨時會逆轉嘅。
我又係咁樣，我好早7、8年前我買咗人民幣明白到而家我仲喺上面擠住攞緊啲利息。但係你個問題，你唔好以為佢單邊升值。我哋了解到你嘅意見㗎啦，就係覺得澳門嗰方面可能會受到外圍經濟影響，唔會話永遠都係咁持續發展。係咁，我哋需要聽聽現場其他觀眾嘅意見，我哋將個咪交俾下一位。係，因為時間關係，我哋都希望照顧到其他觀眾嘅發言。請。我係嚟自澳門青年動力嘅胡華賢。咁我綜合回應下啦。首先就想提一提啱先嘅持有嘅同學呢，要分清專才同埋人力資源輸入呢兩回事。OK， 你唔好俾人講話外地生留澳有多啲人才輸入你就贊成，要聽清楚呢個分別係啦。咁另外亦都回應下劉生同埋劉先生。咁就係留學生兼職呢個概念係可以接受嘅，但係同今日嘅議題係完全唔一樣嘅。OK， 咁我哋要辯證翻呢個議題。咁另外呢，資方嘅考慮，我覺得係啱嘅，因為任何僱主都想多啲人去俾佢揀，但係輸入專才係咪等於否定本地嘅培訓一個人才嘅可能性呢？呢個要考慮。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咁外地嘅生佢亦都係同本地生接受同一個嘅高等教育機構嘅佢係出嚟嘅，咁點解要當佢哋係外地專才呢？咁係咪有啲自相矛盾呢？係嘛？咁另外呢，外地生同本地生係受同等教育之下高等教育之下畢業嘅，如果將外地生特殊化咁樣，將佢同外勞區別化，咁係咪搞咗一個特別渠道通道俾啲有關係嘅人士去方便佢哋呢？咁另外呢，今日呢講嘅係外地生，但係今日在場嘅只有一啲內地留學生，而沒有國際上嘅一啲留學生。咁澳門係一個國際性城市啦，大家都咁講。咁在場一個外籍人士都冇，咁係咪代表只係針對內地生而提出呢個政策嘅呢？係咪有呢個考慮呢？另外，我提出一個比較特別嘅觀點，就係全世界呢，只有一個國家喺輸出留學生嘅同時，佢亦都以一個留學嘅名義去移民喺當地，嗰個國家就係中國啦。咁澳門人每一個學生佢出去留學，佢多數都係希望回流翻澳門，貢獻翻當地嘅澳門嘅呢個經濟。咁我想問翻在場嘅兩位留學生啦，你嚟澳門留學，你係為咗學嘢啊，定去報效你家鄉啊，定係為咗出嚟做嘢啊？多謝。係將個咪交俾我哋下一位。係大家好嚇，論壇又嚟啦。我首先講佢嘅場面先嚇，個場面今日好似好官威作用係嘛？論壇都有留位嘅，有個澳門有特色嚇，唔夠位你可以擔多啲凳，唔好咁樣係嘛？論壇佢講嘅就譬如啲，你又係我哋出嚟講嘢要孭法律責任嘅係嘛？我哋講錯咗有人起訴嘅，你唔好話我講。我哋時間有限。你聽都驚過我講嘅咧，你就唔好做。唔該曬呢位觀眾嘅意見。我再好，咁麻煩你好講。好，麻煩你爭緊時間。爭緊時間。講翻呢個問題。係。麻煩你快啲入正題。所以你嘅論壇官徽主義就係時時都爆話。嗱，你又講嘅輸入人才，政府有勞工輸入法，呢乜嘢人才唔能夠？點解唔能夠向勞工輸入法嗰度申請？係嘛？咁你以後乜嘢咁特別嘅人才可以跨越法律嘅？咁你立嘅法，你政府又唔會依照法律執法，咁你哋司法係咪按法律司法先？係嘛？咁你哋官威講官威話，喂，我做老細真係好等人用啊！咁係，咁你有法律噶嘛？有輸入法律，有輸入人才法律噶嘛？有輸入勞工法噶嘛？你唔係喺勞工輸入法嗰度申請啊？係嘛？你搞咁多特殊做乜嘢啊？你而家啲官個個都以商為主，市政嘅理念以商為主，大眾嘅貧下中農點樣啊？失業攞救濟要點樣攞啊？你有仔女去做嘢喎，死啦！啲仔女唔養佢嘅，咁你永遠都冇得食，餓死，係嘛？餓死係嘛？所以你哋嗰啲政府嘅咁多失業人，咁多攞救濟人，幾難攞？你知唔知啊？
咁你哋經商嘅少少人才問題唔肯去培養，成日掛住攞，用政府攞，你要投多啲資源去培養本地先係為之出路。明白。係嘛？好你乜成日掛住攞，用政府攞啊！我哋啲新業嗰啲低下階層嗰啲。麻煩其他觀眾我諗我哋可能都會想聽翻下一啲澳門嘅本澳學生嘅意見。我哋將個咪交俾下一位自由中學嘅同學，多謝晒。係可以開始。我係自由中學嘅其中一位代表啦，我係黎永日。麻煩其他觀眾稍為安靜。我嘅意見呢係認為呢，澳門政府應該分清楚專才同埋人力資源嘅分別咯。即係澳門係比較主要係需要輸入一啲專才，而唔係一啲普通嘅人才。因為澳門呢都有一定嘅人力資源嘅基礎，所以我認為呢應該係稍為管制一下呢個專才同人才之間嘅分別同埋輸入。其他觀眾請稍為安靜，尊重他人嘅發言係我哋呢一個論壇嘅宗旨，麻煩晒。我自己本人嘅意見認為呢，如果大家都認為呢個本澳呢唔需要輸入咁多人才，會令到本澳嘅呢個市場人才嘅需求進一步飽和，而令到本澳嘅人才揾唔到工做呢。我因為係就嚟讀大學啦，咁我都有了解到一啲升學嘅資訊啦，咁大學咧都有一種交流生啦。我覺得人力嘅呢個市場咧可以引入呢類型嘅一個人才嘅交流咯。一啲等價嘅交流，例如本澳一啲公司咧同大陸嘅一啲公司咧可以進行一啲人才嘅交流，咁樣咧可以舒緩到即係唔會話係佢哋啲人會嚟咗我哋呢度，然後就佔咗一啲位，令到本澳嘅人才揾唔到工做咯。咁另外一方面呢，交流人才呢就會話唔會話搶咗本澳一啲培訓嘅資源，因為本澳嘅一啲人才都會去到大陸嗰度得到一啲培訓咯，係咯。呢個係我發現。好多謝你嘅意見。後邊嗰位都係持有中學嘅同學。唔係，我係嚟自澳門高校內地學生聯合會嘅。咁呢，我都知道大家有好多嘅反彈嘅聲音嚟嘅，我其實好理解嘅。但係我想就5點方面呢嚟講一講咯。第一，即係話澳門而家可能要控制時間。好快。澳門嘅 GDP 而家係增長嘅。咁呢，如果照翻經濟學上面嚟睇呢 GDP 增長嘅話呢，佢相應翻嘅人口亦都要增長嘅。咁樣嘅話呢，就唔至於真係出現咗。而家其實澳門嘅通脹係由於 GDP 漲得太快而形成嘅。第二，橫琴開發同埋港珠澳大橋好快就會落成㗎啦。咁呢嗰陣時係需要好多人才嘅，而本澳嘅人才係有嘅，但係夠唔夠呢？呢個係一個未知嘅。第三呢，因為政府投入好多資源俾啲內地學生嘅，而嗰啲內地學生4年或者6年之後讀完 master、讀完 doctor 之後就走咗啦。其實呢個亦都可以睇咗有啲嘥晒政府啲資源喎。第四呢，澳門每一年呢有8000個在澳嘅內地學生，畢業人數差唔多係1500至到2000。有留澳意願嘅呢，差唔多係50至到60%，即係話有1000個人左右呢，諗住係留喺澳門做嘢嘅。我想如果係咁嘅情況下面，選擇係俾內地生留澳呢，其實呢，對於我唔知對於澳門嘅勞動力市場衝擊有幾大喎，即係1年差唔多得1000個人左右。咁呢，第5呢，即係話內地生至少喺澳門留咗4年嘅，對於澳門係有了解有感情嘅。而且呢，佢哋都係華人嚟嘅。如果經過評估佢哋係人才嘅話呢，我相信如果係俾佢哋留低，其實係有好處嘅。如果絕對要反對嘅話呢，咁但係我都見到澳門有好多啲外國人，即係嗰啲歐洲人啊、美洲人啊、加拿大人啊，佢哋留低過，但係市場上面對於佢哋反對嘅聲音好似冇咁大咯。好多謝各位。好多謝你意見啦。由於時間關係，我哋呢一節暫時到呢一度，下一節翻嚟會繼續聽現場觀眾發言。翻嚟最後一節嘅澳門論壇啦，啱啱嘅討論都非常熱烈，我哋繼續聽聽台下觀眾意見。咁喺呢一度咧，想話俾持有嘅學生聽啦，同埋內地嘅朋友聽啦。其實呢一個內地生留澳工作，而
及之前講嘅呢個內地家用化都係一個陰謀嚟嘅。咩陰謀呢？因為大家清楚，而家要輸入外勞嘅話，佢手續繁複啦，佢有時限啦、年期限啦、有工作嘅崗位嘅限制啦。咁啊，劉議員，我對你頭先所講嘅説話非常之反感嘅，因為你哋喺上個月行政長官有立法會嘅時候已經講咗㗎啦，咁就話提出呢一個概念，我係一放風嘅嘢啦。咁你哋啲委任嘅間選冇民意基礎，又冇呢個能力、冇學識嘅人喺立法會度一齊拍馬票話，我哋贊成支持，好簡單啫。你哋係商界代表，你哋點樣保障我哋市民嘅權利啊？我喺呢度好懇請各位朋友一齊監督立法會議啊！我好想喺呢個9月15號投一對反對票俾，不過可惜你係一個委任嚟嘅，我投唔到俾你呢一票。係，希望你我哋專注翻今日嘅呢個係。頭先亦都有係台下觀眾問到有關係內地同學嘅回應，麻煩楊生。首先呢，非常感謝能給我這樣一個機會，這次內地生很少抓緊時間。好的，我就希望大家不要那麼激動，因為我先回答你的問題好嗎？剛剛有一位同學問我說，我們內地學生來澳門上學，是不是為了留在這裡，還是有一些其他的什麼目的？我一開始已經講過了。那麼內地學生來澳門、港澳地區上學，我們最大的一個目標，就是因為這邊的社會環境好，這邊的文明程度高，我們是來這邊學東西的。我們本身並沒有你們想象的說，我們是為了來跟你們搶就業啊，或者是我希望移民啊，這樣我們不是抱着這樣的態度來的。所以我想先澄清我們自己本身的一個觀點。那麼其實我很理解澳門居民關於這樣一個內地學生來這邊就業的問題。本身澳門地方不大，人口比較少，我知道會給大家心裡面造成一種壓力或者一種衝擊。但是我們想一下澳門未來的發展，現在澳門是博彩業、旅遊業，對吧？但是呢，我覺得澳門未來的發展應該會偏向於應該要往科技的方面走了。澳門更需要科技的人才，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了解過，在澳門大學，也就是本澳最高學府吧，對吧？那麼在工商管理學院裡面的學生呢，基本上佔據了整個學校的學生，而科技學院，我們學科技的同學，可能他們的人數，也就是說一個學系的人數，可能只等於工商管理學院一個班的人數，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在澳門人數來說比例會比較少一點。對，科技的人才是比較缺乏的。那麼我們本身也是持這樣一種態度，我們不想就是過度的打擾你們的生活。但是我是希望就是以後如果澳門要發展，有需要這樣的科技人才，就按照澳門發展的需要，適當的留一部分下來。我之前已經強調過，我很支持剛剛是哪位先生說到，我們這個開放，適度的開放，一點一點的來，慢慢的，一切都會變好。好，多謝晒你意見，我哋俾翻台上嘅嘉賓回應，啱啱係。我咧就係想回應一下，正話台下面有位觀眾咧談及咗有關話澳門嘅青年係好難係成為呢個專才嘅一個咁樣嘅論點。其實我喺呢度就想表達一下，其實人才方面咧係需要培養嘅，係需要時間嘅嚇。咁我覺得我哋澳門年青人咧好多係具備呢個成為專才嘅一個條件，係嘛？咁但係當然啦，每一個年青人咧都要去積極去提升佢自己啦，係亦都係話應該係話加強佢個競爭意識。嗱，我哋講緊係話我哋要把握到一個發展嘅契機嚇，咁亦都係話因應翻我哋個經濟嘅高速發展啦。若然我哋能夠我哋嘅人力資源、人才方面嘅提供方面能夠達到呢個投資者嘅要求嘅話，更多企業進入我哋澳門嘅時候咧，令到我哋整個對人才嘅需求、專才嘅就業嘅機會只會越嚟越擴闊啊！咁對於澳門嘅本地嘅專才嚟講咧，佢更多個機會咧係可以向上流動啊！呢個可以我哋大家即係今日我哋嘅主題啦，應該係話大家應該係理性啲、客觀啲咧，大家去探討呢個議題。我覺得有好多方面咧，大家都可以去表達出你嘅睇法、憂慮嚇，呢個係理解嘅。我覺得我哋最重要一點咧，就係要把握到我哋現今嘅發展嘅契機，人才全世界都歡迎嘅，不論佢係響澳門、香港、美國，
只要佢能夠具備推動經濟或者為個企業係即係話係貢獻出佢嗰個生產嗰個能力嘅話咧，我覺得全世界都歡迎。仲有一樣我想提出嘅咧，就係話其實就係我哋澳門，若然話響10多年前有人同我講話，喂，澳門嘅人唔會留低喺澳門工作，因為佢冇機會俾佢。但我相對嚟講，現時澳門具備咁好嘅條件，發展嘅契機，全部都具備咗啦。我覺得即係話，若然話響國外留學嘅專才或者就業嘅專才咧，其實我哋澳門亦都具備好強嘅吸引力啦，令到佢哋回流為我哋澳門服務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專才，我諗全世界都，我想重複一下，我哋如果作為一個專才，想具備一定嘅提升嘅能力咧，我相信全世界都會係歡迎佢嘅。咁所以我覺得流動方面咧，外勞即係話呢個專才嘅流動方面咧，亦都時常會發生。佢唔係一定要喺澳門做嘢嘅，佢只要係具備咁嘅條件嘅話，全世界可以去。唔該晒。係啦，頭先聽到啦，就係台下觀眾咧，就係其實普遍對今次呢個外地生咧留澳工作呢一個意見咧係有保留噶。想問翻阿劉生就係話嗱，而家其中一個問題就係話，到底而家我哋搞清楚澳門有冇一個具體數據咧？搞清楚澳門而家係爭呢個人才定係人力資源唔夠，咁先可以搞清楚究竟係輸入幾多嘅？就算真係輸入嘅話，真係輸入幾多？而家冇一個具體嘅數據，你可唔可以講下你掌握呢一方面嘅資料？首先你頭先講嘅人才咧，其實好難去定義嘅。咩係人才咧？呢個何謂人才咧？呢個已經係好大爭議性嘅。個個都係天生我材必有用，一出世已經係人才啦，係嘛？人才點定義佢咧？係咪？所以呢一個咧，所以我唔敢講人才係用人力資源去講。咁未來咧，我哋可以睇到如果台下先生個預測係錯誤嘅話，即係未來我哋嗰個經濟持續可平穩咁樣去發展嘅話，我話如果我哋需要嘅人力資源係依家肯定係唔夠嘅但係萬一就係話係啦，調翻轉或者有大風大雨嘅時候咧，今日肯定係有問題啦，係嘛？咁肯定唔需要咁多人啦，係嘛？甚至乎係人力資源過剩啦。如果係成個經濟掉頭走嘅話，係嘛？但係呢個可能性，我哋睇嘅可能性未必係咁高，按照依家發展嘅規律嚟睇咧，未來咧特別路氹新城嘅一個擴建落成嘅幾大嘅項目嘅時候咧，我哋可以睇到就係我哋依家絕對係唔夠人力資源特別或者喺輸入專才嗰方面咧，亦都係想分享一下，同大家講一講就係話，我哋應該咧係可能要揸緊時間，揸緊時間1分鐘喺度應該係加強咧，就係話我哋向上流動本地市民、本地居民向上流動呢個政策。如果唔係咧，我哋專才人才即係中高上職位都係輸入嘅時候咧，我哋本地嘅人咧就會喺中下階層，咁呢個社會矛盾咧更加大。所以我哋應該輸入嘅時候咧，唔係話最高層好專才，應該係話，譬如依家我哋輸入家傭，冇乜人會反對，係咪？因為最基層嘅一個職位中高層嘅咧，應該我哋更加係留翻俾本地人。咁呢個議題咧，應該就個爭議性就唔會咁大啦好多謝晒你見，交翻俾盧方最後少少時間總結。好咁我就我就要講啦嗱。我諗咧，首先第一個咧，我哋頭先提到，我同意大家講咧，咩係人才？我哋要分析下咩人才，係咪讀過高等教育嘅就係人才？我諗未必一定。打工仔佢有工作經驗嘅，佢就係人才啦嘛。佢為澳門嘅經濟發展推動到嘅，佢就係人才。我諗咧，政府應該首先第一個咧就話，佢要做好佢嘅培訓工作，培訓澳門嘅人向上流動。個意思就係話咧，冇經驗嘅培訓佢經驗，大專學生冇經驗培訓經驗，有經驗冇學歷嘅就推動佢學習啦。咁呢個咧就係首先我哋眼前最重要嘅工作嚟嘅。咁我諗最後咧就話而家呢個議題咧，其實政府應該係出嚟表達啲佢嘅睇法嘅，唔係話完全冇睇法嘅。咁政府係咪要有自己嘅睇法先？因為而家呢個討論嘅過程咧，已經係有人提出咗話，係咪一啲內地生佢可以喺度做嘢，然之後攞居留權？呢個問題已經係提出咗討論啦，有人。咁我諗應該係點樣睇咧？就話勞動嘅工作嘅輸入外勞嘅問題，同埋呢個居留咧係兩個問題嚟嘅。居留係一個移民嘅問題，係一個好嚴肅嘅問題，並唔能夠純粹就用個勞動嘅關係咧去思考一齊捆綁一齊去諗。咁最後咧，我就希望政府咧係咪盡快能夠對佢呢個提出嘅呢個意見咧，係咪深化下佢政府嘅諗法係點樣？有冇個具體嘅政策
係唔該晒台下嘅觀眾啦，同埋台上嘉賓啦，就今次呢個問題啦進行討論㗎。係麻煩，因為我哋時間都夠啦，麻煩可能陣間結束之後啦，再邀請翻你發表意見啊。咁係啦，咁就翻呢個問題啦，去講翻嘅。咁而家咧就係、今日啦，聽到啦，可能台下觀眾咧都對呢、今次呢個外地生應唔應該啦留低澳門工作呢一個問題咧有啲爭議㗎。咁而家睇翻政府態度啦，就係話係保持呢個中立，就係咧冇任何嘅立場㗎。但係希望啦，政府都希望就係公開翻多啲嘅資料啦，等呢個社會啦可以更加理性同埋科學去討論翻呢一個議題㗎。我哋今個禮拜嘅時間咧就到啦，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多謝晒咁多位。